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曾小姐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元朗 YOHO Town 三座一間433尺嘅兩房單位，係啦，請跟我嚟睇睇。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朋友，請隨時聯絡我安排睇樓。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朋友，請隨時聯絡我安排睇樓。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朋友，請隨時聯絡我安排睇樓。